大家好，歡迎來到財富俱樂部。呢個係我哋第一個視頻。如果你都想喺別人還沒有發言之前提前看到股票嘅高低反轉點，這條視頻你一定要看完。我們團隊研發了幾套自動買賣信號系統，專門捕捉股票嘅高低位和反轉信號，幫你提高勝率，捉住每一個主升浪。現在我教大家點樣使用這套系統，之後再用真實嘅案例帶你一步一步去驗證點樣用。呢套系統有幾個信號，第一個係買入信號，綠色的英文 buy， 另外一個係賣出信號，紅色的 sell， 另外係有一個紅色的通道，綠色代表上升通道，紅色代表下跌通道。另外有一個突破的提示，突破代表都係買入機會。如果通道由綠色變紅色的時候，係一個提示你賣出的機會，同時亦都會有英文的賣出提示你。你可以睇到，當轉了紅色向下通道，個股票一直跌到好低嘅位置。當紅色轉成綠色，代表趨勢反轉。你可以睇到好清楚個波段提示，你好容易會捉到一個股票嘅高低點。我哋以微軟呢個股票為例，在5月27號的時候，你看到呢個有一個買入嘅提示，同時都有一個突破嘅提示，同時綠色、紅色通道都變成了由紅色轉成綠色，代表反轉上升。由提示嘅時候，大概407蚊，一直升到大概467蚊，足足升咗100蚊。然之後通道變成紅色，反轉趨勢，代表要沽出。由提示一直下跌到6月25號，大概在350，足足跌了100。系統清楚嘅提示，跌到低位時候再出現一個買入嘅信號，而且通道由紅色變成了綠色，然之後一直處於上升通道，由350蚊一直升到大概390，然之後通道再變成紅色。最近微軟前幾日大升，喺呢個位置好清楚同埋精準出現了一個買入嘅信號，然之後紅色、綠色通道都由紅色轉成綠色，代表開始反轉趨勢，並有一個突破的提示。然之後由最低點大概370一直升到460左右，也足足大概升了$100。所以呢套系統係超級好用，你可以很清楚看到每一個提示嘅買入點同埋賣出點位，同埋通道變顏色，
咁樣你唔使自己去畫好多線，你只要看提示去做買賣就可以了。如果你想使用呢個系統，可以喺我哋嘅簡介中有連結，而且我哋嘅平台有團隊研究嘅具體嘅熱門股票嘅研究報告同核心名單同交易機會，你都可以喺我哋簡介中個連結揾到入口。歡迎大家訂閱，打開小鈴鐺，在我們下一個視頻中收到提示。我們會不定期介紹最新嘅交易指標同研究報告同交易機會和核心名單，用實際嘅案例展示俾你哋睇而家最新嘅走勢。咁我哋下次再見。